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4月17，诗篇119篇25到26节安尼讲：我受拍倒，趴伫涂骹，求你照你的应允，保守我的性命。我对你讲起所做的代志，你有应我，求你教我捌你的规律。三甲来祈祷，照你的应允，保守阮的性命的天父，阮感谢你。主啊，你是创造阮、掌管阮、引带阮、高守阮的全能上帝。主啊，你对世界未形成以前就知影阮，你对阮未出世就明白阮，你对阮一出舞台就定着阮的道路。主啊，阮坐着，阮徛着，阮在行，你拢知。阮一切心思意念，你拢清楚知。主啊，阮一生的所有，拢伫你的手。主啊，阮是软弱无助，求你帮助阮。主啊，阮受拍倒，趴伫涂骹，求你照你的应允，保守阮的性命。阮对你讲起所做的代志，你有应允。求你教阮捌你的规律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